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南永康的大湾国小参加到台湾灯会比赛，得到灯王。这个灯会结束了后，学校搭配着兰花顶的兰花，重新布置展出，开放予参观。 台南永康大湾国小参加2024台湾灯会比赛，伫200多件作品中，以龙耀即鱼潭得到竞赛会顶灯王，并且伫灯会结束后，学校嘛配合兰花重新伫校园做布置展出。接下来就是让社区民众以及我们的学校的亲师生能够就近欣赏。 这座花顶是学校3个老师带高年级的学生用7、8个月时间完成的，而且亮现花顶佫会当结合远端的控制，会当开会当关，佫会喷烟。要做到这个程度嘛，无简单。热熔枪位置没有放好，可能会烫到自己。我学到了怎么绷布的技巧，感觉会比较可以更呈现我们那种流动感，然后到最后呈现出来之后，就会把烟喷出来。 竞赛花顶重新布置成兰花土韵灯王显水，来展现环境甲美学教育，互学生甲社会乡亲拢会当就近欣赏到台南兰花水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